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哈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啊！我的天，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她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
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你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健康成就未来。顾先生，你有病吧？看你能装多久！哼！喂。哦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异样。没有异样就好。钱我会打到账上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好。哎，以前那些女的，她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。不过公司最近要招一批新人，顾总特意要求要留一些年轻漂亮的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哦，是，我肯定帮您留意着。等到时候人事把那些人的名单交给我，我马上给你传一份过去。那辛苦了，常总，这几个呢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，都是高学历、高颜值，您看怎么样？南宫琉璃，这个名字很特殊嘛？这个很不错，形象又好，学历又高，应该符合顾总的要求。好，通知他们来面试。好，那我去办。方叔，哎，锦溪和奶奶呢？老夫人怕少夫人天天闷在家里无聊，带她逛街去了。逛街去了啊？你去把露露叫过来。您稍等。奶奶，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？带你去买衣服去啊。买衣服？奶奶，我不缺衣服呀。嗨，你那些衣服啊，都登不了台面的。你现在啊，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，出去那是代表着我们顾家的形象的。本来呢，应该带你到国外去定制这些衣服的，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？等以后再说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谢什么呀你？这是我们3个的秘密。少爷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万一老夫人知道了，老夫人那儿你别怕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露露，考验你的时刻来了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扣你奖金。哦，忙去吧。是。喂，让我去面试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。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，贺锦熙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运气还会不会这么好，你就等着吧。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啊，方叔，锦溪啊，我先回房间歇歇啊。露露啊，把少夫人东西啊送到房间里去啊。哦。今天啊，
逛了好几个商场。哎呀，我累坏了。哎呀，感谢谢。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没事儿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师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，我不严厉的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她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他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谁我也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，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哎，没事，真不重。露露，露露。要是他们不扑的，不扑？谁呀？这么有个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荡漾的。不会是小嫂子吧？让你动了真情啊！别胡说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两个人关系总得近一点吧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儿也说不过去。你们两口子真够奇葩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对你这块肥肉坐怀不乱，他绝对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说点实在的，你有那么多妞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你是怎么让他们动心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去动心思，他们不对我动心思就 OK 了。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看来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猜？快说吧。自驾游，起个嘣嘣，起个嘣嘣嘣，什么意思？古人有句老话，要想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要带她出去旅游一趟。这不简单吗？马代还是巴厘岛？我现在就可以让方叔下单。不是你说的这种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飞机，然后按照你的航线到一个地方一待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自驾游，自驾游，自驾才能增进感情。你想一想，这一路上就你们两个人，
没有其他人了。你们俩但凡发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解决。这个时候，再出点小小的意外，她一个女人家能够依靠谁？只能依靠你呀！此时此刻，你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一举把她拿下。她要是对你不动心，哼哼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，就2个人。荒郊野外，就你们2个人。荒郊野外啊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呢，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啊！要抢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无论少夫人做什么，你随我也要说。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不是刚刚方叔也在，你就是这么跟我。闭嘴！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可是贺锦熙的老公，记住了没有？来了。误会啊！琉璃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琉璃，你不是不喝酒吗？怎么喝这么多啊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琉璃，琉璃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了。你喝多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。今天你先睡这儿吧，明天睡醒了你就走。琉璃，琉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你？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，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，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，奶奶，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带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，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，正好西城啊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订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，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来，吃个烧饼。琉璃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吗？那你走吧，
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贺锦熙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出发了。要不然我们不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你出去玩，你还说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游多不方便啊！什么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寡女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贺锦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老婆拿着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唉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，才需要顾总来决定。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唉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平常小心说话啊。贺锦熙，别睡了，赶紧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吧。很不错的呀，不错。哼，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听我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？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陈哥真的和他老婆旅游去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。那是好事啊，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孟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老提你们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 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了。One beer's just right, two's too many, three's not enough, and four is plenty, girl.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. I got over you a couple of beers ago.